今年度总预算案甲财会发3读修正案，顶礼拜三为立法院送去行政院。行政院刘德英台今仔日表示，这两案影响国家的财政，所以是正式提出复议。如果不是破坏国家宪政体制以及五院院际权力分立，如果不是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，影响民主法治的运作，如果不是弱化国家财政健全，也造成预算调适困难，如果不是经过实质的充分讨论，违背立法的程序正义，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了五院体制的失序，也造成了国家施政的困难，而确实让行政院有窒碍难行之处时，行政院是不会轻易的提出复议的。行政院表示，司法部今年度预算太减了后，影响偏远地区要11万人免钱看无线电视的权益，这条钱就要和地方政府做伙负担。行政院嘛呼吁立法院要尽快审复议案，让行政院有机会会当公开说明。